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是列王记第45天的共读。我们从昨天看到北国的王权已经轮到耶户的手中，他连杀了2个王，北国的王，南国的王。而南国呢，也已经亚哈谢的王权呢也被夺走。我们在接下来会看到第11章是亚他利亚篡了亚哈谢的王位啊。好，那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第10章第1到17节。阿哈有7个子孙伫撒玛利亚，也互写批去撒玛利亚，互遐的首领、长老甲阿哈子孙的监护人，讲：既然恁主人的子孙甲恁做伙，恁阁有战车、战马、坚固的城，甲武器，这张批送到恁遐的时，恁就伫恁主人子孙的中间，拣一个上好、上适合的，互伊率接伊的老爸做王。恁嘛通为着恁主人的家交战。因非常惊，讲连约荷兰甲阿哈谢2个王就袂当对抗伊，咱哪有法度？王宫总管、市长甲长老，以及王子孙的监护人，派人去见耶和讲：阮是你的仆人，你甲阮讲的，阮拢要照安尼做。阮无要设立人做王，请照你的意思去做。这里讲到亚哈有70个现代中台语翻成子孙，和本翻成70个儿子。这个儿子这个字的原文的意思是指后裔，可能是儿子也是子孙。所以我们知道亚哈先传给了亚哈谢，亚哈谢摔倒生病之后呢，又传给了他的弟弟约兰，就是约荷兰。约荷兰现在也被耶户杀死了。好，接下来传给谁呢？好，那耶户呢？好，他下了暂停，也下来一个下马威。好，那和本说写给耶斯列的领袖长老和亚哈的众儿子哦。不过在现代台语呢，把耶斯列这个字呢，把它改掉。好，就是把它省略掉。好，因为这可能是版本抄写错误的关系哦。好，那总之应该是写给整个北国以色列的领袖长老。好，那还包括教养亚哈众儿子的人。好，那这暂停的内容就是，既然你们有战车、马匹、兵器城墙，还有这个亚哈的继承人。好，那现在约荷兰死了，好，你们就来选一个最贤能正直，最勇敢善战，好，那让他可以继续接替亚哈的王朝。那你们这些辅佐他的人呢，也可以出来，好，跟他一起来征战。但这些监护人，这些照顾亚哈子孙后裔的这一些领袖长老，非常的惧怕，说2个王都在他面前尚且站立不住，北国的王、南国的王，一次都被耶户一王打尽，我们怎么可能呢？所以他们马上就投降，我们不立任何谁做王，你看怎么好就怎么做吧。第6节，耶和阁写批互因讲：恁若归顺我，要听叹我的话，就处恁主人子孙的头壳。明仔载这个时带来耶稣列互我。迄时王的子孙70人，拢带伫城内，甲因养育的尊贵的人引导。耶和的批节到，因就将王的子孙70人全部杀死，将遐的头壳下伫哪内，送去耶稣列耶和遐。有一个使者来甲耶和讲，因带王遐的子孙的头壳来。耶和讲，将因贴做2堆，下伫城门口，到明仔早起。过早起，耶和出来，徛地对众人民讲：恁拢无罪，是我反叛约荷兰王，甲伊杀死。毋过这人是啥人，甲因杀死的？对安尼通知，
上主有关阿哈家所讲的话，无一句落空，因为上主通过伊的仆人以利亚讲的话，拢有实现。小阿哈家伫耶稣列村的人，以及伊的人神亲密的朋友，祭司也好拢甲因杀死，连一个都无留地。耶户的刀，好，第一刀啊是砍在这个北国约荷兰好的身上，从射箭射穿他的心。第二刀是砍在南国犹大王亚哈谢的身上。第三刀是到了耶斯列，砍在亚哈的妻子耶喜碧王后的身上。接下来第四刀就是这70个亚哈的子孙或儿子。好，那第二封信，好，信也是复数，好，就是同时写了很多的信给这些，好，约户都已经调查好，好，这些亚哈后裔的这些的监护人，那要求，好，如果你们顺从我，好，所以亚哈呢，真的很会收买人心哦，好，那他是一个领袖。好，从他做王的那一天，好，那就有人替他抬轿铺衣服，然后当约荷兰好派了这个守望的骑兵好去跟亚哈说你是为着平安而来嘛，好，亚哈也把他收到后面去哦。好，那我们看到亚哈也在杀耶洗别的时候呢，也收了耶洗碧皇后的3个太监呢。好，所以亚哈真的很会到处的招兵买马。好，那第二封信呢也成功了。好，说如果你们若听从我的话，明日就把你们主人，也就是亚哈众儿子或是众子孙的首级，好带来我耶斯列这里。好，所以当耶洗碧王后被杀后，亚哈呢，他也目前人在耶斯列。那信一到，那他们呢，好二话不说，好就杀了这亚哈众子的首级啊，好，所以可能这些孩子呢都还小，好或是没有反抗的能力，然后呢装在筐里面，好这个筐呢，好台语翻成篮子，好也可能指锅子或是水壶啊。好，那当这些首级送来了，耶户吩咐，好放到隔日清晨。好，隔日清晨呢，好那耶户出来讲话，对百姓说：你们都是公义的。好，第9节啊，你们都是公义的。看呐、我背叛我的主人。好，那就是耶户呢，杀了他是将军，杀了他的老板约荷兰。但这所有的人，好，就是亚哈的子孙，又是谁杀的呢？你们都是公义的，公义这个字就是无罪的，好，或是合法的。好，那耶户在这边呢，好，虽然他们违反十诫不可杀人，好，他们到处杀人，但是呢，好，耶户在这边说你们是无罪的，是合法的。好，这些是谁杀的呢？好，第10节，好，因为就是上帝要杀的，好，是上帝实现的神借以利亚所说的话。好，所以亚哈的家族呢，好，那他有这么多的孩子，这么多的子孙，没有想到，好，就在一代之内，好，那全部都死在耶户的刀下。除了亚哈的70个子孙之外呢，好，第5刀砍下来是在11节，在亚哈家耶斯列所剩亚哈的大臣、密友、祭司，好，包括耶洗毕的耶户全都杀了，没有一个幸存者。好，那所以从这个地图来看，耶户呢在耶斯列好杀了王后，那又写信呢到撒玛利亚去。好，撒玛利亚呢这些监管好亚哈的儿子的首领长老，好没多久就把这个头呢，好他这些亚哈众子的头，好一一的带到耶斯列。好，耶斯列在这边宣判，好，这就是神借以利亚，好，在列王记下19章，好，还有这个拿伯葡萄园的事件当中21章，列王记上，好，那所说的事情呢，好，到现在呢，终于都一一成就，好，那这段时间呢是相当的长啊，好，但是上帝，他始终在关心这件事情，好，12节，亚后出发去撒玛利亚。伫中途，伊到牧者剪羊门的厝，
拄着犹大王阿哈谢的亲属，问因讲：恁是甚物人？因应讲：阮是阿哈谢的亲属。拄要落去访问王甲王后的囝，耶和讲：我甲因掠起来。耶和的部下就甲因掠起来，伫正阳门的厝的井边杀死因共42人，连一个都无留。耶和继续进前，拄着利甲的囝约拿达来迎接伊。耶和甲伊请安，对伊讲：我诚心对待你，你敢嘛安尼对待我？约拿达应讲：是。耶和讲：若是安尼，你的手伸出来。约拿达就伸手互伊，伊就牵约拿达上车。耶和讲：甲我做伙来去，看我安怎为着上主热心做代志。伊就互约拿达坐伊的车，到撒玛利亚，耶和杀死所有属阿哈家留伫撒玛利亚的人，连一个都无留，拄照上主通过以利亚所讲的话。那耶户的刀已经抽出来5次了，好，那流了很多人的血，好，但我们可以说这些人呢都是罪有应得，不是无辜的人。那12节讲到耶户就起来从耶斯列，好，又去到了撒玛利亚，途中呢遇到南国犹大王亚哈谢，好，和本是翻成兄弟，好，那现代台语翻成亚哈谢的亲属啊。好，那这个兄弟这个字是指亲戚，好，那有可能是真的从南国来到这里，也有可能就是亚哈谢，好，那他的姻亲，好，也就是亚哈家族的人呢，好，那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南国犹大王亚哈谢呢，他是最小的儿子，好，那他没有兄弟，好，所以在这里，好，可能这些42个人呢，好，是属于亚哈家族当中的姻亲啊，跟犹大亚哈谢是姻亲，那他们在和本翻成伯艾克特，好，其实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剪羊毛的地方，好，遇见了耶户。那耶户问你们是谁？他们自称是亚哈谢的亲戚，好，亲属。耶户说活捉，好，活捉之后呢，就把他们在剪羊毛之处呢，好，一个一个杀了，总共42个，一个也没有留下。那最后15到17节讲到耶户继续要往撒玛利亚的路上，又遇到了约拿达，他的父亲叫利甲。好，利甲呢，这个人在耶利米书的35章，好，我们可以看到关于利甲的故事啊。好，那利甲后来成为利甲族，好，那利甲族呢，好，一直到了南国非常后面的时候呢，好，他们都一直遵守这一位利甲好的交代，好，利甲的儿子约拿达的交代。约拿达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是热心的。约拿达呢曾交代说他们约拿达的子孙永远不可以喝酒，不可以盖房子，不可以撒种，不可以栽葡萄园，连拥有都不可以，而且一生的年日都要住帐篷，才能够在寄居的地面上得以长久。好，所以这个约拿达呢，好，在耶利米书35章，好，这么后面呢，好，他所说过所做的呢，好，他的子孙后裔都还在遵行呢。好，所以这个例子呢，好，是上帝透过先知耶利米来肯定，好，肯定这个约拿达的后裔呢，好，要不断有人侍立在神的面前来服侍。那这约拿达，好，虽然不晓得他的背景，好，但是他的后裔呢，好，是很尊崇的，好，那但这个名字是神是热心的。约拿达来迎接耶户，耶户也跟他问安，好，对他说：你的心像我的心待你那样真诚正直吗？好，所以耶户很在意他的内心，好，那因为他看到很多人好都是外表尊崇，内心却没有尊崇。
他说是，若是，请你伸出手来。好，那所以这个伸手的动作呢，也代表是他们一个协议的合作，就让他拉上车。好，说你和我同去，看我怎样为耶和华热心呢？好，所以约拿达的意思就是神是热心的，所以他让热心，神的热心来到他的车上，然后呢，要前往去为神大发热心。所以呢，耶户的刀继续砍，好，第七刀，好，第六刀呢是这42个亚哈谢的亲属，好，南国犹大王的亲属。第七刀呢，好，就砍向了撒玛利亚，把亚哈家族在撒玛利亚剩下的，好，所以包括他的2个儿子他的继承正式王位的儿子，继承人亚哈的王后，南国的国王。70个后裔，42个亲属，现在撒玛利亚所有有关的大臣、密友、祭司，全部都杀光。哇！所以第9章、第10章，耶户的刀，真的是非常的凶残，手下毫不留情呢。但是呢，圣经说，这正如耶和华对以利亚所说的话这一切都是其来有自啊，他们不是无辜的血，而是他们是罪有应得。今天的金句在第4节，因非常惊讲，连约荷兰甲阿哈谢2个王都袂当对抗伊，咱哪有法度？我们看见在世上，靠着利益所建立起来的关系是非常的脆弱。这些长老首领在权力更换，还有面对个人生死的时候呢，他们竟然也成了冷酷无情的刽子手，把亚哈的后裔子孙一个一个的头都砍下来。这也在提醒我们，我们若离开了真理，而去追求用利益编织的人际网络，这些人际网络也有可能瞬间倒台，变成刺向我们的尖刀。我们思想亚哈，和本说他是70个儿子，或是70个子孙，在人来看，哇，这一定是可以流传万世哦，好，可以传长长久久，好，却没有想到在一代之中，全部都遭到歼灭，好，为什么呢？我想这大概就是亚哈跟错误的连结，就是耶洗毕，好，也就是耶巴利西顿王的女儿，好，所造成错误的连结。而42名王室的成员，他们也是犯同样的问题，在错误的位置上追求那不合真理的合一哦。他们要去探望亚哈谢，就没有想到亚哈谢呢，已经被耶户的刀砍杀，死在了米吉多。而这些42个也应该是皇亲贵族呢，也在这条路上呢一同的被消灭。他们可能是要来串门子，是要来请安。所以我们也祈祷求主帮助我们，只爱真理而不爱攀附权贵啊！好，只爱与主耶稣能够建立那最紧密的关系。我们一起来祷告，谢谢父神，好，让我们知道上帝的话一句都不落空当我们落在上帝的手中，这是何等的可怕！求神帮助我们明白，我们要怎么样远避罪恶，远避神所不喜悦的事，能够追求正直、公义和良善，同时也让我们把各样的人际关系都能够建立在耶稣基督、建立在神的公义、慈爱、怜悯之上，而不是在攀附权贵追求个人的利益关系。也让我们真正的为神发热心是为着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让神国的意象能够充满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在你面前献上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